近期沙田一馬三甲表現突佳嘅練馬師係蔡約翰、毛偉傑、葉楚航、方嘉柏、何賢，成功率都在40至30%，勝率排名係文家良、何賢、羅富全、毛偉傑及方嘉柏，分別由17%至12%。練馬師三甲平均率次序分別係潘頓、梁家俊、艾仲拿、布文及田泰安，由47%至31%。勝率排名係潘頓、梁家俊、巴道、周俊樂及袁幸堯。另外亦提出特別而有用的統計，騎練組合袁幸堯、彭志勝率及三甲率都係25及50%，布浩榮與裏邊係0及100%。泥地1800米勝率，沈達成有50%，丁冠豪17%。回到今日6月7黃昏賽首場賽事，草地路程包括1000、1200、1400、1600同埋泥地1800米，班次有2至5班，賽道選用係 C 跑道。初步先看練馬師王形勢，大熱姚本輝2.75倍。次熱羅富全6.5倍，第三四熱門以蔡約翰及何賢8倍同埋8.5倍，其餘都有10幾倍或者以上。姚本輝出馬8匹有好幾匹熱門，低於5倍嘅有東方寶寶、明德輝煌、扶搖世勁及超輕鬆，熱得有道理。羅富全有2匹熱門，天天更好及撳住羊，賠率只有得3倍。好讓贏到冇對手，蔡約翰出馬也多至9匹，但沒有絕對熱門，都在7倍樓上。何賢8匹也只有實力加4.8倍較熱。其他馬房可以留意毛偉傑嘅小魔怪或者幸運頭，呂健威馬房也有喜慶寶拔、傑出雷霆等實力馬要留意。騎師王今次潘頓3.6倍，蔡少禮出足11匹5.5倍，但愛選擇7倍莫雷拉及15倍嘅何澤堯，他們近期表現唔差，騎愛線馬多了係機會。今天精選場次係第5場泥地4班1800米，2號海明神區這匹美國血統巴西馬來港前已經10勝，可惜至今跑咗22場只有1勝。上仗1650米隨便後上第3，相信1800米係其最佳路程，而且練馬師在這個路程有1半勝率，只要布文提起精神及多少力，應該可以輕鬆取勝。配角可以選6號加州星馳同埋10號艾利奧。另外精選場次9場3班1200米，5號超寫意演出準，上將師妹袁幸賢操控不佳。莫尼嗨係黃金拍檔，遙靠今天大舉出擊，可以信賴。配腳選6號撳住贏及11號富國兄弟。最後參考預期嘅練馬師王係姚本輝，騎師王係莫尼拉，次選何澤堯。精選場次5場2號海明神區及9場5號超寫意。多謝收睇。